艰苦有试过，规台湾即马顶顶下拢伫咧防疫真顶真。这段时间病院消毒工课嘛全面升级。有民众讲普文算讲伊新历2月25去花莲2间病院，这病院的医啊，登去才发觉讲伊拄买乌裤变做喷点一点一点，怀疑讲是病院的消毒水、漂白水无切合清气，裤才会褪色。化学老师嘛特别解释讲，可能是因为漂白水浓度较悬，假使若是无切合清气，就会变做垃圾。 好好一领乌色的裤，即马煞褪色，破文的人真无奈，因为这领裤伊才拄买无偌久尔，奈坐过病院以后就变做这个款，怀疑病院消毒的漂白水无切合清气，互伊烦恼，若是伤害到皮肤，是要安怎才好？发文的人讲，家己2月25去过花莲2间病院，回去了后，就发现裤出现褪色的情形，认为是衣顶有消毒水的关系。 那如果在擦拭的过程它并没有非常完全的话，那它的浓度相对来说比较高。那民众长时间的坐在那里，衣服的纤维部分将会吸收这样子的漂白水，那因此呢会造成氧化反应，产生褪色的现象。化学老师嘛提醒，普通厝内用的消毒水，用水道水甲漂白水100比1的比例来套，就有消毒的效果。 如果要做一般器物的喷洒或者是桌面的擦拭的话，也就是取大约10cc 的家用漂白水。 那加水稀释到1000cc， 这样子就完成了大约是500 ppm 浓度的有效漂白水。虽网裤褪色的民众真无奈，不过嘛会当谅解，武汉肺炎这么严重，病院防疫的工课全面升级，做好清洁的工课，互防疫会当更加严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